根据着农业部的调查，这石虎主要是生活伫咧苗栗、台中、南投。不过，彰化这几年呢，也有民众看到石虎的影子，嘛发生过几落解放教示的事件。为了要保护石虎的生存空间，彰化县议员夏东派提出彰化石虎保育自治条例草案，希望立法来保护石虎。 这是彰化石虎族群追踪观察者罗志成伫彰化茂罗溪翕到的石虎，伊用半年的时间翕到石虎76解，伊嘛发现彰化环境对石虎有真大威胁。我在这3年里面的观察，彰化的石虎它是在一个死亡幽谷，它环境非常的恶劣，包括游荡犬，包括农药，包括带凹芯，包括高度的开发，让它生存非常的困难。 根据台湾石虎保育协会观察，茂罗溪是石虎真重要的生活空间。这几冬嘛发现石虎会沿着茂罗溪为台中南投搬徙到彰化。彰化县议员到夏东派提出彰化石虎保育自治条例草案，希望立法来保护石虎。希望讲，咱即届透过这正式的条文的立法的过程当中，会使来唤醒，会使来呼吁更较侪乡亲时代，会使来了解彰化野生动物的保育是非常重要的。不管是在地的民众的关注，或者是一些地方政府的一些开发案，其实这些东西都跟栖地是有关系的。确实，这次条例的通过呢，对于地方政府要去推动保育来说是很有帮助的。提案人杨祖贤议员表示，商业开发、游动犬、路杀等等，拢是威胁石虎生存的原因。今年6月开始，就参侪保育团体、生态专家讨论拟定草案，望立法推动石虎保育的相关措施，要拼明年议会的定期会审期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